今天的表演，谢谢有来的朋友们，然后谢谢工作人员、别大哥。那等一下下一团还有倒抽一口气，还有天琪啊，很谢谢天琪今天邀请我们来这里一起玩，这样谢谢。啊，祝大家身体平安。刚刚我知道你在看，你要赶快好起来。谢谢我们交通成员。